你刚刚说这里面有几十条。 看一下，这个也是您亲我字的。好，好明白了。哎，顾总还有？不用了，有问题我会找你的。你先出去吧。好的，顾总再见。吃饭呢？怎么了？奶奶，我今天不太饿，可能上班有点累，我想先上去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好好好，去歇会儿吧。奶奶您慢吃啊。哎，好。真不吃了？哎，我怎么看着锦溪好像有些不开心的样子？你是不是又惹她了？哪能啊？我怎么能惹他呀？锦溪可是个好孩子啊，你可不能欺负她。哎，奶奶，我知道，现在他有您罩着，我哪敢惹他呀？那你还让她做清洁工啊？赶紧给她换点好点的工作吧，要不然人知道了，那咱们顾家多没面子啊！我知道了，回头我就安排。来，吃个鸡腿。好。贺锦溪啊，贺锦溪，你跟南宫琉璃之间的恩怨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才能让顾西城离那个南宫琉璃远一点呢？啊，烦死了！何小姐，你委托我查的资料，我已经查到了。你放心，只要资料属实，钱立即到账。你们的动作怎么会这么快？都不用去当地调查。你说的那个方式啊，已经 out 了。现在是信息时代，你不要小看我们侦探社啊，想查这种普通人，对于我们来说 ，so easy。这位小姐从小到大的简历基本上都在这儿了。根据网上的痕迹显示，她曾经有一位相爱多年的男朋友，两个人似乎是从高中时期就已经在一起了，经常喜欢秀恩爱。不过，她为了参加神龙集团顾家继承人的选妻大赛，倒是付出了很多。你看你手上那个资料，翻，停，就那一张。根据上面的资料显示，她曾经做过流产手术，回来以后没几天就和她的男朋友分手了。现在的女人呢，真的是虚荣，为了钱，可以放弃多年相爱的男朋友，甚至连孩子都可以不要。南宫琉璃，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秘密。如果我让郭西辰知道你的真面目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脸跟我抢。最近挺累的吧？要实在受不了的话，我提升你做我身边的助理吧。顾少爷身边的助理已经不少了，不是刚刚也提起来一个南宫琉璃吗？哪还有我的位置？你跟他们不一样，只要你想，位置永远有。我才不去！看见那个南宫琉璃就不高兴，伪白脸。哎，你可别乱说啊！这个南宫琉璃啊，工作挺认真的，而且能力也很强。顾西城，你是不是忘记你答应过我要离那个南宫琉璃远一点了？我先声明啊，
我跟他之间只有上下级的关系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停车！干嘛呀？还有一段才到呢。要是让他们看见我跟你在一起，真解释不清了。你还让我过几天消停日子吧？你再不停车，我就跳下去。哎，好，停。一会儿见。常副总，你来啦！常副总，南宫，听说你升助理了，祝贺！谢谢。我那天也是一时冲动，还以为在公司待不了多久呢，没想到结果，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。以后还要常副总多关照呢。好好工作，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。啊，麻烦了把这份文件交给顾总。好的。是苏小姐吗？你是？什么也甭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是一位姓贺的小姐让我交给你的。喂，苏妍希，你收到我让人给你的东西了吗？收到了。可是，你给我这个东西干什么？我找人查了南宫琉璃，结果意外的收获。你把那份资料给顾西城，顾西城自然会原谅你。交给顾西城啊？你怎么这么多废话？要你干嘛就干嘛。傅博雅，老虎翠安，你妈的是谁？那他叫什么名字？傅博雅，走，踢球去。进来。顾总，集团旗下的地产公司受政策影响，资金无法回笼。我根据市场反应，做了一个方案。您看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迟到了啊。哟，你还知道来呀？哎，有个女的喝酒非要给我较劲，费了点时间。哎，顾少，小嫂子呢？约人逛街去了。真的是逛街吗？会不会有没有可能是去偷男人了？偷你妹！作为男人，我还是很有自信的。你说哪个男人会比我有钱，比我帅？这倒是真的，只要他不傻，他就不会放弃你这条大鱼去捡小虾米。
你发现没有？现在的情况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。现在不是小嫂子缠着他啦，是他对小嫂子动真情喽。是这种情况吗？哦，说来我听听。我跟你讲，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。是你约的我。我在等我爸爸。是不是带你去找你爸爸？不要，我要跟我爸爸。老虎吃啊！能帮你怎么了？快，给你把这下来。那他叫什么名字？来，你跟叔叔们解释解释怎么回事啊！来，我要走踢球去。叶希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你都把妈妈吓死了。对，你好，傅先生。啊，你好。您先坐吧。哦，你是？哦，我想请您先看一下这个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调查南宫琉璃？你想干什么？傅先生，您先别误会。我是顾西城的妻子，我叫贺锦熙。顾西城？神龙集团那个顾西城？你是他妻子？你想干什么？我知道，南宫琉璃是你前女友，我相信你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。你能不能替我劝一劝他，请他不要再纠缠顾西城了，可以吗？你找错人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那你也不能看着他误入歧途啊！他这么做是在破坏别人的家庭，是错误的，他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她是个倔强的女人，我阻止不了她。傅先生，我之所以先把您找过来，就是想给他留面子的。你应该知道，如果顾西城看到这份资料，无论他怎么努力，都没有结果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把这份资料交给顾西城，伤害到南宫琉璃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傅先生，傅先生，我的天哪！进来。顾总，这段时间谢谢您的照顾和帮助。明天是我生日，我邀请了同事们一起参加我的生日聚会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空？哦，
西城啊，我怎么看着锦溪这些天好像有什么心事啊？你是不是关心她一下？奶奶，放心吧，没什么心事，过2天就好了。过2天就好了？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奶奶呀？嗨，我们俩之间能有什么事儿？就算有什么事儿，也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小情趣，您就别管了。小情趣，你浪漫的很呢你。奶奶，您就放心吧，过2天之后就什么事儿都没了，说不定我们之间的感情呢，还会有一个质的飞跃。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啊，奶奶就不管了。不过做什么啊，都得有个度啊，过了这个度啊，那就不好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南宫琉璃，什么事儿啊？顾西城现在已经是有妇之夫了，你不要太过分。你这么做是在破坏别人的感情，有点道德好不好？破坏别人感情？破坏谁的感情啊？你们俩呀？你们俩有感情吗？贺锦熙，你心里最明白你是怎么得到今天的位置，还不就是因为你跟那条狗是一伙的呀？哎，你回家是不是天天把那条狗供起来呀？你说话注意点啊！你这么做不会好结果的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我会不会后悔？你说的可不算。只要顾西城愿意，你贺锦熙又算什么呀？顾西城。顾总，你来啦！南宫，请进。这瓶红酒一会儿聚会的时候一起喝。谢谢顾总。不错啊，虽然小了一点儿，但是很温馨，看得出花心思布置了。家里地方小，您别嫌弃啊。其他客人呢？是我来早了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刚上班2天，认识的同事也不多，所以就请了2个要好的，他们等一下就到。顾总，您先坐，我给您倒杯咖啡。好。喂？啊？忽然间加班？那好吧，那行，你快点啊，等你。顾总，谢谢。真是气死我了！我朋友忽然间说要加班，估计要晚一点过来了，太不靠谱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还是先走了。哎，别了，顾总，您看我好不容易把您请过来，他们都说了让咱们先吃，不用等他们。这样不合适吧？怎么不合适了？你当然合适了。好，那我们在这儿等他们。哎，不用，你看我菜都准备好了，就差出锅了。要不咱们先吃吧。顾总，好，恭敬不如从命。那个南宫琉璃一看就没安好心，顾西城还要去参加他的生日会，想什么呢？太过分了！哇，很丰盛啊。南宫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出生的这一天是一个美丽的日子。从此这个世界上，
就多了一道美丽的颜色。祝你永远青春美丽，干杯！谢谢顾总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怎么了？对啊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很抱歉，家里有点事儿，可能一会儿要早点回去。啊，这菜都做好了，这些可都是我亲手做的。那是，不管怎么样，饭也得吃完啊。来，产自法国圣彼奥古堡的红酒，这款红酒给人的第一印象，气味清新，单宁柔和，回味持久。顾总，你可真有品味，我真的非常喜欢您带的这款红酒。看来南宫对于红酒还挺有研究啊。那我今天就借花献佛，敬您一杯，谢谢您陪我过生日。Cheers！ 哈，可能是你朋友来了，开门吧。啊，开门啊！他们都是来给你过生日的。那您稍等。谁啊？琉璃，怎么是你？怎么不方便？啊，琉璃，这位是？我是。哦，他是我表哥，过来给我庆祝生日的。哦，那正好，一起吧。你要是晚来一步，我们就开吃了。来，坐吧。今天是你的生日。对呀，今天我生日。好，既然是你生日，那我祝你生日快乐。哦，好酒量。说好的马上回家，骗子！这，你表哥怎么了？不好意思啊，让您见笑了。我表哥他脑子不好，而且不顺酒力，一杯就倒。你看，就又喝了一杯。哎，你表哥真逗啊！要不这样吧，你就照顾你表哥吧。正好我家里也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顾总，改天请您吃饭。不用了。啊，不用了。咳什么咳呀？没看见我在看书吗？不要打扰我。倒着看书，厉害了。我洗澡了。回家洗澡，那就是说什么也没发生了。行啦，
醒了就走吧。琉璃，昨天顾西城的酒里边，你是不是下药了？我下药了。你想怎么样？告诉他啊。嫁个有钱人，对你就这么重要吗？顾西城他不是一般的有钱人，你知道我嫁给他那意味着什么吗？我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，不用为每天的生活发愁，我可以去实现我自己的梦想。傅博雅，你为什么要阻止我？琉璃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？为了能实现你的梦想，你可以放弃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可以不择手段的去勾引顾西城，甚至为了他，可以打掉我们的孩子。别跟我提孩子。琉璃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了解他们吗？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？你这是在玩火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自己看。谁干的？是不是贺锦熙？奶奶早。哎，早。我们上班去了。哎，奶奶，我们走啦。嗯，去吧。把衣服穿上。好。奶奶，拜拜。方叔早。好好。上班啊。方叔早。哎。老夫人，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？哎，放心啦。只要他们两个人啊，能这么一直好下去。嗯，您喝茶。哎，进。顾总，这是常副总让我给您的报告。哦，放这儿吧。嗯。还有事吗？啊，没事，就是那天我表哥挺失态的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那行，顾总，那我先出去，你有事叫我。去吧。喂，张震，怎么了？今天晚上一起聚会啊，带上自己的女朋友啊。女朋友？我上哪儿找女朋友去啊？你带你的老婆呀。她呀，不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挺好的啊！快来快来快来！好，我问问她。不接电话，不会又锁在厕所了吧？锦溪，锦溪，锦溪，锦
锦溪，怎么了？锦溪，锦溪，你没事吧？顾总，快叫救护车！快！锦溪，你醒醒！张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啊，顾少，请放心，病人没事的。没事，没事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？病人脑部受过撞击，受了伤，有轻微的脑震荡，所以有昏睡的情况发生。不过阵子他自然会醒来，顾少不要担心。他脚踝上的伤自然会痊愈的，休息几天就好。脑震荡需不需要什么特效药？哦，他只是轻微的，不会影响大脑的功能。行，谢谢您，张医生。您不要客气，我是应该做的。那我就出去了。刚到公司你就状况百出，真是够蠢的。我已经派人把少爷和少夫人接回来了，少夫人的身体没有大碍。哦，对了，沈医生说，最近这段时间他会每天来给少夫人做检查。他说少夫人恢复得很好。从楼梯上摔下来啊，可不是什么小事儿。幸亏他年轻，底子好。哎，还是少爷发现的早。沈医生说了，如果耽搁的时间太长，少夫人也许就没这么幸运了。我觉得这里面啊，没那么简单。锦溪怎么会从楼梯上摔下来？啊，我问过少夫人了，她说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脚下一滑，人就摔下去了。你有没有派人去检查过呀？您的意思是？这里面啊，肯定有问题。你想想，锦溪工作没2天，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。我觉得这背后啊，应该有人是针对锦溪去的。有这样的事儿？你让人去调查一下，看看锦溪啊，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受的伤。是。还有，这事儿啊，先不要告诉西城，暗中调查就行了啊。明白。锦溪，等会儿，别动，别动，你干嘛呀？我下床啊。不行不行，你现在身体不好，奶奶说了，这2天你哪儿都不能去，必须在床上休息。快躺好。不是，我先下去一趟啊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躺好。你要想吃什么，想喝什么，你跟我说，我让露露做好了送上来。没问题。可是我现在有点事儿，我一定要下去一趟啊。行了，你就躺好吧。有什么事我帮你做，好吧？顾先生，我要去洗手间，你也能替我去吗？这个我真做不了。来，起来吧。慢点啊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去。你确定可以啊？可以。他也要上厕所去。竟然找人调查我，这个丑八怪死女人！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呢。你能找人调查我，我就不信你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。我腿受伤了，顾先生有没有去公司？我知道应该怎么做，不用你告诉我。妈妈现在怎么样？贺琴，我告诉你，你如果对妈妈不好的话，你不要怪我。好热呀！你怎么不穿衣服啊？谁洗澡会穿衣服啊？你去赶紧找衣服穿上，流氓行为。你说谁是流氓？说的就是你，臭流氓。贺锦溪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前我就是太惯着，
今天我让你知道什么是流氓，本少爷给你看样好东西。耶！我穿着裤子呢。真无聊。你说谁无聊？说的就是你无聊。哦，是吗？那本少爷跟你好好聊聊好不好？我来啦！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说你们这俩孩子干什么呢？动静搞这么大！奶奶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是小野。好了，不用解释了。奶奶是过来人，你们是新婚，奶奶理解。不是，奶奶，我跟你说，不是你想象中那个样子。不是，奶奶，以后啊，动静别搞这么大啊！这么多的人，无所顾忌呢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注意点啊！好了，快，都回去。奶奶。少爷，以后请把门锁上啊！都是你，把奶奶都招来了。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明明就是你弄的嘛！你以为我对你有意思？我是逗你玩的。我对你也没意思。哼。这。老夫人，这是什么呀？放在花盆里的陶土粒儿。我们的人在少夫人出事的楼梯上找到的，有人把它撒在楼梯上，所以才让少夫人脚下一滑摔了下去。哼，我就知道，景熙摔下去啊，没那么简单。这个捣鬼的人是谁啊？查出来没有啊？我查看了监控录像，那个时间段经过楼道口的，除了少爷和少爷的秘书陆安安之外，只有一个人。谁呀？南宫琉璃。南宫琉璃？您可能忘了，她是老夫人给少爷指定的妻子的人选之一。那天就是她和少夫人一起来面见少爷，最后少爷选择了少夫人。哦，这么说，这个女人有很大的嫌疑了。是，因为少夫人的公司没有仇家，其他的人没有动机，只有这个南宫琉璃。哼，南宫琉璃胆子也真够大的了，居然敢动我们顾家的人。少夫人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原来都是他搞的鬼啊！是啊，这次啊，奶奶帮你出气，我准备以故意伤害的罪名起诉他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如果起诉他，一定会伤害到傅博雅吧？我不能这么做，我得阻止奶奶。奶奶，我觉得这个南宫琉璃啊，他一定是因为太嫉妒我了，才会一时冲动做出这样的举动来的。我也知道呢，奶奶您是想为我出头，可是我觉得他太年轻了，如果我们起诉他的话，他后半辈子不是就毁了吗？那照你的意思，那就是放过他了。景熙呀，你也太心慈手软了吧？也没有心慈手软，我就是觉得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我想再给他一次机会。给他一次机会？我们顾家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呀？这个南宫琉璃，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的，就应该好好教训他。奶奶，这次的事儿，您能不能让我自己处理啊？既然他是冲着西城来的，只要让他离开西城身边就好了，我就不想再追究这些事情了，好不好？奶奶，求求你了。你可是我们顾家的少夫人，性子可不能这么软弱。哎呀，既然你求到我呀，那我就卖你个面子吧。不过，你要去找那个南宫琉璃啊，还得我陪着你去，不然你自己去肯定要吃亏的。嗯，奶奶最好了。这孩子，进来。有事啊？顾总，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想提前回去。好，不舒服那就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还有安安在呢，正好我也要出去一趟。哎，顾总，那天那个跌倒的清洁工他怎么样了？他没事了。你们认识吗？哦，不认识，就是总觉得他对我有点敌意，所以记住了。没事就好，都是公司员工，我怕影响公司。没事的，放心吧。
锦溪。锦溪。还没回来。 哦，方叔，锦溪呢？啊，少夫人和老夫人一块儿出去了。一块儿出去？去哪儿了？少夫人说要找别人谈话，老夫人不放心，陪着一块儿去了。什么人让奶奶这么重视？南宫琉璃。南宫琉璃。少爷。顾老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请进。 您先坐，我去给您倒杯咖啡。行了，不麻烦了。我们今天来啊，就是想跟你说清楚一件事儿的。啊，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南宫琉璃，你装什么糊涂啊？你心里最清楚。当初西城在你们两个人之间，他选择了锦溪做妻子，你输给了锦溪，结果你就想方设法地进入了神龙集团，还当上了西城身边的助理。 你是个什么样的心理，我就不说了。可是你却对我们顾家的媳妇儿做出那样的事情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诚心把她给害死啊？我没有，老夫人，我承认我是喜欢西城，可是我并没有对贺锦溪做什么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误会？哼！你以为你做出的那些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啊？以为我们顾家拿不出证据来是吧？ 南宫琉璃，我已经跟奶奶说过了，以前的事就过去了，我没什么事也不想去追究。只是你能不能答应我，不要再纠缠顾西城了？毕竟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，你这么做是在破坏我们俩的感情。肯定是贺锦溪误会了我跟南宫琉璃之间的关系，所以找人家麻烦去了。哟，吃醋了？你说这女人怎么这么会吃醋啊？ 吃醋是好事啊，说明人家在乎你、爱你，不能没有你，想要你。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听说我奶奶都去了，我得赶紧赶过去。完事再聊，拜拜。老夫人，贺小姐，我知道是我的错，可是我真的喜欢西城，我求求你们，不要让我离开他。胡闹，伤风败俗。啊，奶奶。 奶奶，你别生气啊！我们俩来之前说好了，对不对？嗯。顾老夫人，上次选拔就是个笑话，西城根本不了解我们。我希望你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奶奶。南宫琉璃，你何必执迷不悟呢？只要答应我，你离开神龙集团，以后不再纠缠顾西城，之前所有的事儿，我都愿意既往不咎。 顾老夫人，顾老夫人，我求求你不要让我离开西城，是我错了，我知道是我错了，可是我真的喜欢他，我求求你了，顾老夫人。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你喜欢西城，西城就一定会喜欢你啊？我告诉你，这次要不是锦溪给你求情啊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下场，你心里最清楚。顾老夫人，我求求你了，只要您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证明我自己比他强。南宫琉璃。 你人长得这么漂亮，又有能力，干嘛非要缠着顾西城不放呢？你这么做不会有好结果的。贺小姐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是我不好，对不起，请你不要让我离开西城，我求求你了，是我的错。南宫琉璃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不要这样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！哎呀，对不起！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太过分了！住手！贺锦溪，你在干什么？ 西城，你怎么来了？奶奶，这里面有误会，您就别在这添乱了。我添什么乱呢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这件事是我故意的，跟南宫没有关系，你们都误会他了。还有你，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这跟泼妇有什么区别？顾西城，你怎么
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人呢？我不分青红皂白，我只看到你在这欺负人，太让我失望了。走。顾西城，你根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奶奶，好了好了，这事儿啊，肯定是他误会了。走吧，咱们先回去，回家跟他解释清楚啊。走走走，别气别气，咱们先走。 南宫，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休息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谢谢顾总。对了，公司那个清洁工的身份你应该知道了吧？她是我的妻子贺锦熙，她今天来找你，可能是有些误会。不过你放心，回去我会跟她解释清楚。顾总，今天要不要留下来？顾总。 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南宫，南宫，你冷静点，我对你没意思。我不信，你要对我没意思，为什么提拔我为你的特助？你要真对我没意思，为什么你对别人都不像，却对我这么亲切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是我错了，我让你误会了。不过我确实对你没意思。 我提拔你，那是因为你敢说敢做。我对你亲切，也只是上下级的关系，没其他的意思。西城，是不是我哪做的不好？要是我哪做的不好，你告诉我，我可以改。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哎呀，南宫，南宫，你做的很好，可是我已经结婚了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我知道你结婚了，可是你们俩并没有感情啊，要不然你也不会让他去当清洁工。西城，西城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。 我做什么都行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，我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。好了，南宫，你放手。南宫琉璃，你冷静点。她是我妻子，我们之间有没有感情是我们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请自重。顾西城，看不出来，你还真把婚姻当回事儿，我就不信。 拆不散你和贺锦熙那个贱人，怎么这么冲动啊？不分青红皂白的。哎呀，老夫人、少夫人回来了。哎，西城没有回来啊？没有啊。哎，他不是说找你们去了吗？没碰着啊？他呀，找到南宫琉璃家去了，结果他误会了锦溪，以为锦溪啊是去找南宫琉璃麻烦的。这孩子也不问问清楚，就带着那个女人跑了，电话也不接。 奶奶，您别生气了啊！一会儿等西城回来，我跟他解释清楚就行了。你也是的，对待那样一个女人，你还那么心软，给她一次机会，给她什么机会啊？要我说呀，就直接告她，看她还敢使坏。好了，您放心吧，奶奶。如果再有下次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手软了啊！我看您今天累坏了，要不然您早点休息。哎，那你跟西城的事儿呢？没关系的。 一会儿呢，等西城回来，我就把南宫琉璃的事儿啊都跟他说清楚。您放心，这一次啊，我一定不会让南宫琉璃再留在他身边了。好不好？好的，你们小两口的事儿啊，还是你们自己解决吧，我就不掺和了。但是这件事情一定要跟西城解释清楚啊！你放心吧，啊。好，那我去歇着了。奶奶晚安。哎，好。 哎，司徒，你说这些女人是怎么想的？贺锦熙竟然怀疑我跟别的女人有关系，还跑到人家里去欺负人家。人家小嫂子不应该是那种人吗？该不会是你这个负心汉真的看上人家南宫琉璃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。但是我也没想到，这南宫会对我有意思。我一直把他当做我的下属。下属？ 人家南宫琉璃长得比小嫂子好看，你真的不动心吗？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？看人要看内在。内在？小嫂子内在是什么？一头迅猛的老虎，会咬死你的！算你有良心。
喂，苏妍希，东西给顾西城了吗？我还没有啊。还没有？你每天在干什么呀？为什么不给他？贺锦熙，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必要把人家往绝路上逼。苏妍希，你当你自己是圣母玛利亚？我问你，妈妈最近怎么样？事情没有办成之前，你别给我提妈妈。这件事也怪我，是我让他误会了，不能全怪他。不是你这一会儿怪他一会儿不怪他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虽然这件事是我让他误会，但是他也不能过分的去欺负人家，所以，我决定给他一个小小的惩罚，暂时不理他。暂时不理他，瞧你那怂样，你不会是怕小嫂子秋后算账吧？我顾西城会怕谁呀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儿还不回去吗？咱们喝到天亮。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了，来，不醉不归。这是他的啊。方叔。呀，少夫人早。顾西城是不是昨天一晚上没回来？啊，是，少爷昨天没回来。方叔，那您忙吧。哎。少夫人，司徒少爷来了。哟，司徒少爷早。小嫂子，人家可想你了啊！你想那个，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啊？来找顾西城吧，来晚了，他一大早就走了。他一早就走了？嗯。那昨晚上我跟谁喝的酒啊？嫂子，我喝的有点断片儿，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顾西城跟我喝了一晚上酒，喝的都吐了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你不信是吧？我信了。本来他因为给我担心了一晚上，那你这么说完之后，我踏实了。不是，嫂子，主要是他喝的太多，吐的太厉害了，浑身上下都脏了，让我回来帮他拿几件衣服。露露，你扶他拿水。如果顾西城知道了事情真相，恐怕我就没有机会留在神龙集团了。只有破坏了他们之间的感情，我才有可能得到顾西城。可是，这要怎么做呢？哎，你回来了，并没有时间，小心谈谈。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。不是，你就得让我跟你解释一下吧。别跟着我。什么？西城和锦溪两个人还没和好呢？是啊，一开始呢是少爷不理少夫人，可后来少夫人也来气了，又不理少爷了。哎呦，现在两个人都把对方看作是空气，都不肯先低头啊。其实这事儿啊，根本就怨不得锦溪，西城跟他斗什么气呀？嗨，少爷还不知道南宫琉璃的事儿，所以现在还闹着误会呢。他还不知道啊？奶奶，你们两口子还在冷战呢。别提他了，一想到他不问青红皂白就到别人家里去大闹，我就来气。你误会锦溪了，事情啊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误会？我可是亲眼看到他动手打人。你听奶奶把话说完行吗？真想不到南宫琉璃这么阴险狠毒。这下你明白了吧？是锦溪不让我告他的，说给他一次机会，结果那个女人却纠缠不清。当时锦溪啊也是气极了。西城啊，
景熙可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，你不能误解了他。奶奶，是我错了，我错怪他了。锦溪，上次南宫琉璃的事儿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今天我以汤代酒，向你道歉。道歉也抵消不了你夜不归宿的事实。夜不归宿，我顾西城夜不归宿，那不是家常便饭吗？顾西一城，你这是在跟我道歉吗？我觉得我好像更生气了。我跟你开玩笑呢。行，我答应你，从此不会夜不归宿了。而且以后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我不会再乱发脾气。这样够诚意了吧？这么说的话，倒还差不多。那我就大人有大量，原谅你吧。那吃饭吧。来，尝尝这块肉。公司的电话，我出去接一下。把这些房间都打扫干净了，好好检查一遍，不要给客人留下不好的印象。哎，你好。那你先过去吧。行。你好，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？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幅画是从哪里来的？哦，我们老板是个画迷，这画是从哪儿来的我倒是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我们店里所有的画都是私人收藏品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老板现在在不在店里啊？这幅画可不可以卖给我？这估计不太可能。我们老板对这些画都很在意的，并且请专人对这些画进行保养。关键是他本人也不经常在国内啊，我们都很难碰到他的。那你可不可以给老板打个电话商量一下？我真的很喜欢这幅画。这个不好意思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回去吃饭吧。哎，锦溪，公司的事需要我亲自回去处理一下，要不你先在这吃，我处理完了回来接你。不用了，你好好工作，一会儿吃完饭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了，不用管我。那也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妈妈，我看见你的画了。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，当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，但你依然是我最坚守的好，也是我治愈的药。喜欢吗？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我妈妈以前是个才女。他10几岁的时候画的画，画工已经相当了得。曾经有大书画家说过，不出10年，妈妈必定成为书画大师，甚至创作出自己的流派也不可知。可是没想到，在他20岁的时候遇见了我爸。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爸爸是什么样子的，总之。我慢慢爱上了他，为了他，他放下了现在的画笔，洗手做羹汤，生儿育女。这幅画是在我5岁的时候画的，也是他最后一幅作品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这辈子我还有机会能再看到他。这说明，你跟这幅画还是有缘分的。
他能够回到你的手里，也说明这一切已经结束了，美好的生活又可以重新开始。锦溪，什么时候带我去见见你妈妈？我还没有见过我岳母呢。我想把这幅画亲手送给她，我想她一定会很喜欢的。我爸爸妈妈现在都在国外呢，等他们回来，我们就去见他们。好。现在不生气了吧？谢谢你。来，吃。和好啦？奶奶，我们也没吵架呀。记住，以后啊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都要经过调查才能下结论，懂吗？知道了，奶奶，您赶紧吃饭吧。奶奶，我今天想跟西城一起去公司。哎呦，去什么公司啊？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呢，在家再多待2天吧。啊，奶奶，您就让他去吧，他在家也很无聊，而且我已经跟下面的人打好招呼了，他只负责我一个人的办公室。那还不是一样啊，照样当清洁工。我看你们2个真是在胡闹。奶奶，这个其实是我的意思。您看，我不想在公司里太招摇，而且公司里其他的职位也不缺人呢。我觉得当清洁工也没有什么不好。奶奶，哎呦，你们2个人啊，都有自己的主意。我年纪大了，哎呀，也管不了你们了，随你们的便吧。谢谢奶奶。喂，我没事。何锦溪，你太过分了吧！我这里是工作的，不是给你吃零食的。哼哼，那可没办法，谁让你是总裁，我是清洁工呢？我就是想给你帮忙，我也帮不上啊。那你做你清洁工的工作呀！啊，你在这又是吃又是喝，要是别人进来像什么样子啊？可是我是你老婆，兼职清洁工啊。哼，进来。顾总，这个是上个季度的财务报告。我知道了，放在这儿吧。没什么事，你出去吧。哎。顾先生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